几多钱啊2两就好啊。来，什么鸟？下干啊，慢行啊，慢行啊！哎呀，你也来了呀！英华，送了好酒好菜。好好好啊，富贵啊，豆酒送来。哦，来嘞！开门学外切用事，茶油酱醋臭盐米，冷水洗面请贴皮，别菜中五碰米米。春风笑容满面喜，樽前碰菜又丢鼻，至尊无双该体位，现做暖炉温平做下笔来，做下笔。哎呀呀，不忙来此查案，还查出明言的奇秘来了。哈哈哈！富贵啊，这事啊，这事，好，1两元就好。1两半。多谢啊！咱来先这位啊。哦，慢行啊，慢行哈，慢行哈。要不要客官？你係我來帶店，行去食東西呀？係，嚇，天下，哎呀，天下，你奴才無你無呀，千里好見啊！你用笨。哎呀，天下，你俩係做乜嘅呀？我係部蒙太人、范太人記掉底下，記掉會搏聽我一層皮呀！唉，你唔是擔心，要本王幫你考。啊，做起。哎呀，客官啊，小表了片，有酒有飯，你愛什麼雞呀？下干啊，搶草啊！搶草啊！啊，你搶我呀？嘿呀，草。搶草啊！冇事。下干啊，我看你啊，一將去外鄉來嘅趕路客，當甜嘅用嘅，那麼食了飯，你點行帶下來呀？好啊。唔清楚。你講乜嘅？哎呀，佢講佢食飽體就會走回啦。錯，我食飽啊就會走體啦。哦，喺我正去哪邊？你又講乜嘅啊？哎呀，冇啦，佢講佢搖快嘢啦。又快！哎呀，既然你唔講嘅，去做下吊酒菜上來。嚟去。你怎麼強叫我？你罵我呀？唔係啦，佢呀，係叫到誇你呀，佢經常來嘅人是講乜人，強調就乜人，聰明能幹。嘅用法，算是。好，來咧。天！哎呀，客官，你還要點條乜雞？食飽，你這個黑料！哎呀！拜託嘍，新年嘍，頭髮攤里新年嘍！叫佢查清楚。做咩？不過你馬家時候愛走啊？改這個之前，此言不走啊！曉得。飯錢。哦。哎呀，太子排聲啦，我下禮拜再補補你好冇？乜嘅呀？你想為老愛是霸王船啊？用把太子啊，
还看见迄了款人，算了啦，本期行伊买张补偿啊。你派头怎么出啊哈？送唔得，没钱送阿门。太子啊，莫安样，我退几万。你退几万？佢係你嘅嘛概念啊？佢嘛介人就唔係，我想講留定人前，以後人冇聽錯，不讓你聽數啊！哎呀，錯，哈尼巴你那還有困難，我呀一定老你聽數。唉，算咧，算係衰，你呀，下禮拜再來食霸王菜，你就抵死。啊，好，夠撇了。富貴，你愛為佢推愛做半個月，哈！事業傳翻，我讓你做半個月啊！3月、 4年、 6月、 8年，轉2天咧。用法之之，我輩以此吵鬧，發生乜嘅事情啊？冇乜解，頭髮壇有4年啦。哦，李公子啊，你用辦下床咧我此場失了富貴嘅藥房，平常常有了氣勢，富貴多謝你啊！唔是客氣啊！哎呀，我想起來咧，根本你嘅藥嘅還蠻髒咧。啊，李公子，來，你先坐。我去攞你摘藥嘅。富貴啊，好好照顧李公子。好，已經無限啦。富貴，請坐。坐。富貴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拜託你，何事請講啊？我要幫你看一幅圖。牛舌臉上梅花圖。係呀，我要用呢幅圖來實現我父親嘅不怕之言。義父順翻何吹呀？關係到30萬兩黃金嘅江天泰安， 30萬兩黃金，已經天下金貴，小談對中，我父親冇不怕之言，為了救了父親，我你也苦思良策，無奈何，只好用了不圖，來滿天孩子，爭取到給把你氣喊。李文鳳，你嘅膽量不小啊！啊，天啊！萬爺天下，哎呀，李公子啊，你用辦開下咧。你家講法用為安親像太子天下咧？愛將太子天下，你見過太子天下嗎？我雖也見過太子天下，不過我唔敢正面看見。哦，原來如此。哦，富貴兄，你家講我膽敢欺君，你自己係？你講人用兩幅圖畫，爭取了幫你嘅期限，唔係欺君，係乜解呢？富貴，怎看？太子天下對此事提了多少？冇聽錯，太子天下早就提，
伊这个偏向，无点好听听，一听令有所图啊！富贵，这下无听错，只有你认得救爱咯。用办救啊！富贵凶啊！初中一步千里事，不把回归谁不疑？闻风翻涌归此事，谁情严酷不用死。真爱喜牛暗含痛，秋秋茂命爱本风。茂命，係愛茂命，我做乜解呀？是。富贵雄啊，岂非望见30萬兩，千兩下君掐你公。1000两嘅朋友，哎呦，李公子，来，两位坐。发财嘞，1000两朋友多数嘞。你30萬兩黃金，唔係小數目，你就唔驚我拿點錢遠走高飛嗎？時到已經，我生命重病，無法行通，眼看期限將近，我看你一身正氣，我相信你做得天數愛呀！這。哎呦，嘛該這唔這個，我做主答應嘞。李公子啊，來，你先使用嘅，見唔去啊？愛去。你愛去，佢倒不如我去呀！富貴強，我求你咯！好，有套事，叫你一命得千金，我答應你。不過，嘅千兩嘅朋友就唔是誒。不好吧？給李公子啊，一片心意，愛退數。你又冇聽數，你數乜嘅錢啊？馬上講我冇聽數啊！你去判李公子，去判李夫人。爹說不聽，係個好主意。富貴強，夫妻同行，愛初衷用機相信，事情冇聽錯，會判得更加順利呀。當真，高言。曾經滄海難為水，初次無山不是雲，初次無山不是雲，不是
爱情人嘅梦中啊！哦，原來我猜你嘅在夢中。慢點，猜你嘅衰夢中啊！你愛家盼兩夫妻，夢裏相逢不離棄。從頭看你看到尾，全無思鄉解救子，全無思鄉解救子，解救子。若非公子得平天，他盼子同伴是你，伴那是你。马該滄海，馬該水，馬該水。氣寒馬該不散意，不散意。哎呀，用吧自己呀！你我原是假夫妻，假夫妻，不散有缘定一莫疑，定那莫疑。自古有缘就有意，情有意。陪你天文天社会，天那是会。富贵乡，用法神性单纯，你犯顺顺三优啊！顺顺三优，有一句非心连同真好。富贵乡，只因俺强势才经上生灵状态，初中从未见过俺。富贵乡，你必须在历史上公爱嘅处理，上年的偏过记。好，那一天历史崩人，决定天下。你我好亲像，别人给你呢。你爱想哈，你係上愛開司機，沒有才開命，沒有福託富啊！用法，你哋下係捱富貴嘅保養，這係假嘅，跟二老期係真嘅嘛？愛你講，李公子，來，我講佢，我扶你落來去，我看到你。富貴就麻煩你咯。好，你放心用上去吧。天哎呀，卡世上的位啊，啊，曉得曉得。桃花潭到底發生乜嘅事情啦？哦，只不過係有人點你團隊，已經本人救起來，冇要緊嘅。好，陳勇，我猜你啊，讀到李文鳳啊。啊？佢唔係愛拿黃金嘛？用唔會地兩片？因為數到田中，猜此用爽啊。哦，原來你是啊。
我交代你，我要假扮李文凤，多采你家器物，你要暗中保护我，无我允准，不可大错江山。顺沙不用消息出去，讲李文凤多采你家器物，我多去看看，有那条邪魔鬼怪参与其中啊！强子。将安他，安他望见来将追赶，万家不负的难办案，万家不负难办。师傅太医受等，出众马上就到来。哼！李家出众，派头张满出啊！连俺地府太人到来，以此怠慢，真是不中无人了。歹势，歹势啊！地府太人久等，老夫得罪了。哪里了？下官见的李家公子对京上到来。